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来开讲。翁仔某中间的相处，事实还未嫁出来的人，伊无法度了解。人来讲翁婆，床头拍，床尾和，敢有影？过去咱的四句联念歌，歌仔仙王玉川老师和伊的师妹陈美珠，两个捌偏一站。翁骂某，某管翁。翁咧骂某讲吼，你脚唔通拨；某咧管翁讲，我看吼你酒爱戒。四句联真趣味，咱做伙来甲听看卖。见面，某甲翁讲，烧酒袂啉，啉较少，酒是全身的毒药，啉甲伤醉，互人笑。讲你规句啊，敢唔对？换翁甲某讲，酒啉够干就甲煞。我酒若卖啉，你脚卖拨，厝内唔通放外外，好心拜托查某官。你甲听。做某的甲翁讲吼，酒是全身的毒药，啉甲伤醉会互笑。我做某爱你好，讲你规句啊，敢唔对？换翁的讲，啊无我酒卖啉，你脚卖拨，厝内都唔通放外外。拜托查某官，即句查某官就是古早的台湾话，好意咧称呼就对啊。换某佮甲翁拄翻头，讲你若真正讲要戒酒，真正要戒，安尼就爱照起工，就爱彻底。四句联继续来听，讲要戒酒，互人看。嘴讲你着烫心肝，唔通当着烧酒盘，一摊啉了，搁一摊。换翁甲某讲囥你跋筊将金解，有人搅场了何哉？跋筊算真厉害，了人真大的家财。对，上惊真正烧酒，就是朋友弟兄安尼咧约。你吼讲要戒酒，着爱烫心肝，唔通出门去当着国政啊，迄个烧酒盘讲来哦，一摊啉了，搁甲过一摊。啊，若安尼做翁咧，嘛囥某，唔通搁拨啦。真济吼，拄开始拢提迄个15牌啊，输赢都无甲100块，好到尾啊，田两厝摕去当，了人真大的家财。即个四句联是在表面上咧讲翁仔某相报，事实伫咧劝人做好。毋则做某会听安尼，我哪有心要改？毋过甲翁讲咱两个咧冤家，毋通讲今日冤的昨的代志，搁甲提出来溜，安尼叫做扣分。搁来四句联安怎样讲？讲翁某互相烧财性，毋通冤了想过程，娶着歹某真不行，弄吵着万世行。换翁甲某讲家声名义着爱顾，做人着爱想前途，爱国忠孝是正路。孔子有说人之初，对。翁仔某咧冤吼，上惊就是讲，昨个昨日的旧代志，你一再提出来溜，毋通冤了想过程。啊，换做翁嘛好意，讲吼咱两个若合好，家庭若好，当然就是爱国忠孝行正路。当然所顾的就是家声甲名义。人咧讲诶，确实有道理，讲家和就会万事兴，咱若弄吵就会万世行。孔子嘛有说人之初，当然这句是咧讲笑啦。人之初是落尾人才编出来，毋过总是一切做人都爱正派，翁仔某都爱合好，这站第一要紧。